报告小秘书长。什么人啊？咯，我是金木路，伊杀到。木路，杀到。哪里伊是？对。搞定了，停车！好了，我出来找天数了。我听，我出来走。你想过啦？这嘛不是阿婆，你嘛无资格做天尊老爸。我知我对不起你才先。当初我答应哈拉哥，甲天数破音，我是想囡仔一只当过好日子，而且也答应我要平安离开。现在哈拉哥是咧利用我，电脑甲你跪起来。不管什么理由，你都无应该带天数破来遮，天数是我的。你啊，哈拉哥。是利用你的安全，来介交换条件。少在伊这么好骗，要怪就怪你家己想过单纯，相信你迄个无路用的翁。你是安怎？一定要伫我后死呢？你是痴命是假？我已经无囡仔，你看袂出来是无？毋是今晚呢，是永远。不过，这拢爱帮你的福气，若毋是因为你哦，放荡嘛毋敢对我起家动，就害我投胎，总是永远无法度生。所以，我爱你叫我做外天。你闹我，美月，这是我的天数，这是我。你闹我。你别想我，这是我的，你别想我。无啊！老妹，不去啊！你干嘛出来？这样啊？我你家你困不一样。哎呦！你个假爱呀哈！我你哈，去让你害死啊！你不告，迄两只你不告诶！走去啊！叫到了告两个，告个要走，唔告啥货？伊就同我骗啊，讲伊心脏病发作啊，我是着急无我。好啊啦，生鸡呢，半个赛一大堆啦，人啊呆哦，看面就知啊，做啥物甲你卡咧？我实在是。莫搁讲伊啊啦，咱家己免去乱的啦。即摆天数搁怪你啊，搁你小金拖上人的手头，赶紧想办法救人较要紧啦。哦。人家交天有人会，表我小金拖山龙的顶，你无想要我，你扯死去，拖袂起，拖袂起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拄则情形你嘛是有看到啊？迄新疆人会家己找你问的，你来说所谓做人杀我你啊啦？你搞点点啦！人会啊，明明就是为伊来的啦，是因为查某有人会救走，我损失遐济钱，看到伊，我都有气啦！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我你，我紧问。你别问我啦，我的希望跟你都无关系啦。你想，你继续拍，你拍。你说我唔加油，你拍。我你啊，别对我这么无情啦。人都唔情愿插你啊，是人拄啊脸扑倒。哈拉哥，我求你啦，我求你放我你啊，放走天数啊！我干嘛一世人哦，你的身躯要甲你做牛做马。
你给我闪边！只不过是下哪河边仔一只狗，无资格听讲话，闪啦，闪！你这个家刀边铁扫帚的查某，有囝若无互你死哦，你会安尼好代志啊！下哪河啊？请害我啦！你安尼是创啥？你唔知你创啥？我若要请着你哦，这口气我袂当口啦！这查某免去死！你讲啥？咱孙庆这个大笔的生意，伊搁得是个日本的买主，伊若无死哦，月亮会敢会帮咱耍？伊自己来找咱个麻烦，你知无？我知影，月亮会绝对袂安尼就准爽。要利用伊，引出月亮会。安尼去啊！月亮会骹手这么溜了，伊无来找咱就袂歹啊！你搁要引出来？卖袂记，咱大兄就是死干硬手头咧。阿哪个，莫用他人志气买家己的威风。我会安尼讲，当然我家己拍死。我会活掠你，你给我一记，我害你一刀，我来甲你凌迟到死，世界永远的消失。我妈送讲，因几啊顿无食，你安尼无啉无食，身体要来看你啦。你检查一下，啊？我知影我不应该骗你，啊，不过我应该解释过安尼。我安尼做拢是为了你安全啊。迄是收金土产咯，甲汉那可以是我比比，是因无讲信用啊。阿姐，你我死你哦！哎呀，你怕安尼，快点！你我死吧！快点！我不活，我要死了！你莫想要死啦！天师还讲等你带伊倒转去陪我，等你个请我大汉呢。又出卖你，天师即摆伫倒位啊？我是要安怎带伊转去陪我？是要安怎甲伊请我大汉啊？我是厝的你甲天师无对，不过我毋是讲无血无目屎目早头呢。为着我吃啊侪苦，我嘛是足痛苦，我嘛是足唔甘的啊，我是足无路用的。我唔是人，我是正死，我假死，我唔是人。卖个怕，卖个怕！我你，你敢去原谅我？你才反悔我，你手找天书，你敢知影？你对我的伤害有偌大？我一世人都袂原谅你，我袂原谅你啊！我早知你安尼讲，你应该恨我，我当我是世人，这一切都是我家己做得来。我你啊，我即摆来去破天煞，你马上破天煞，倒转去骗我。我唔相信。我知我讲的话，你的心目中已经无信用啊。不过这一摆我是真心诚意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即摆小金土产农，因拢伫咧大门口，咱无去后尾门走。你去几面厅等我，我来破天煞，咱来几面厅配合。
小可，是啊，无时间讲遐多啊，赶紧来走。我敢放死，啊！不过我你甲天水是无辜的，我拜托你放你走。你是咧喊名词无啊？这个查某我是要来引诱兰花出来，我若是叫兰花哦，我就要去日本趁钱啦。各位是查某人，你想看哪样用哦？你叫我夹哎，7月半暗来是我搁拿车，这个囡仔是我的啦。我你啊！你，我不要你帮你，我爱插你啊！我不要去，你走啦！管你啊！我你去，我了，下面有听无？管你啊！你走，我你去，去叫门啊！香啊！香啊！最近你是要创啥？最近抱囡仔你啊！都是抱囡仔，才怀疑啊！你举枪啥？我举枪不是要对你不利，我只能教你。拜托你到三个来救我你啊！我你什么？我你叫小金土贼拢抓起来！我咧骗一摆，无可能我骗第二摆，对吧？我换先甲包起来好了。好，我去铁锁。我顶头我开落啊！你给我刷来啊！叫啊你！你讨厌！我总是你袂，叫啊你！我总是你袂，我唔相信你袂骗。快啦！喂！头子，你有假？嘿！你袂骗，叫啊你！出来啊！各位乡亲，您看卖，这查某为了摇兰花，受尽苦头，生不如死。啊，不过摇兰花咧，目睭金金，看伊在遐受折磨，唔敢出来救伊。摇兰花，伊是一个贪心怕死的人。人讲伊是二个惨，我看伊去输啦，分数无伊个卡小。摇兰花是输啦，分数无伊个卡小。各位乡亲，我小金土沙龙做代志是一步一开，是咧有情有义的人，
谁若知影有人会下落，这钱都是伊的啊！这钱连一世人都用袂了，连你的子孙嘛免烦恼食穿。所以，知影有人会伫什么所在，紧来报，钱都是你的啊！起来！你冲上，快快！快快！快了！你完神啊！我讲不了，我准备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卖想讲吼，利用我引出有人会。你好点去啦！不要简单啦，我一定有人会进去，你好好还我的。你知影，现在是台湾正啊第一名。二姑啊，较紧的啦，囡仔巴肚枵啦。来啦，哦，乖，来啦，乖，你哦，乖，天灵大，代志大条啊！是原理啦，原理啊，去互小金土产房哦，百甲规身躯拢全伤啦，我大爱油假的，讲伊安尼哦，我是有人会害的啦。啊，小金哦，佮准备足侪手金的哦，讲谁会使提供有人会下咯，伊这钱拢袂互伊啦。看，这小金土产哦，实在够看的。啊，讲毋嘛安尼哦，伊讲一定嘛有人会哦，讲伊是台湾师大啦，讲伊家己哦是台湾第一啦。对啊，伊是台湾第一啦，第一名建设的人啊。上可怜的哦，就是原理啦。伊讲哦，伊不爱有小金土产房哦，利用哦来对付越南话啦，家己哦甲落点要自杀啦。紧，你快甲放开，我来叫原理啊！拜托你紧甲放开啊，啦！你坐啊好啦，你这样去哦，甲送死命啦你。原理啊身体无好，伊袂敢用小金土产房甲折磨啦。我今日身体袂甘情，拜托你哦，带我去找越南话，我要请药无安怎来去救原理啊？你早知影了，何必当初哩？二姑啊，莫搁讲啊！我你也袂用死啊！我讲个地主哦，我搁带倒转来团圆呢。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带我去找个人去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！来，起来再讲，来，时间已经过去啊啦！小金土产拢甲哪个共款，伊拢是心向手落来人。我一定咧手头，一定是向导结晓。拜托你。拜托你带我去找越南话，拜托你好无？拜托你啦！好啦，我答应你啦。不过越南话无遐尼简单，就甲普通人见面啦。你放心啦，伊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答应你，就参像越南话答应你同款。多谢您啦，多谢您。阮这家口一世人吼，一定会记恁甲越南话的恩情。我哩啊，我讲倒来救你啊，行啦，行啦。上天哪会来死啊！你倒来，放开咯！从小的还那个变死哦！有人会从小要甲我放开哦，安尼无？大哥，先大哥，对了，别讲了，我放开！谁不会你？别惊了，原会傲步。
听大，我哩啊，有人会无甲我哩啊救出来？真歹势，人无救出来。拜托，你记得打破咧。哎，这边，你要倒啦？我来去救我哩啊！打你嘛拜托的，玉兰花功夫遐尼好，都无啥救我你啊！你这两脚你有走救出啦？无五家加大家，我你若是因为你啊，伊今日就这三笑。我就是知我对不起我哩啊，我唔知爱去救伊。打你嘛拜托的啊！为着我你的代志，阮真烦啊！你莫来乱好无啦？好啊好啊，照目前的情形看起来，这个小金土山龙已经有封闭啊，要救我你啊，更加困难。所以大家要冷静，要用智慧，另个硬边个啦。哎哟，这哪有啥物办法啦？即马小金土山龙哦，是阮艋家己的所在上大的官啦，除非是警察直溜来啦，无人爱过伊啦。哦，无毋对啦，迄州警察厅厅长吼，才爱过伊的气势。啊，恁即摆是咧讲废话啊！警察厅长即摆人伫倒都毋知影，无怪迄小金哦，即摆才呛动。毋对咧，我听过小金土山龙甲韩阿婆讲，这警察厅长即几工哦，要来艋甲顺势呢。安尼上好啊，咱就顺这个势，假扮做警察厅长啊。啊，真足看，这个人有熟悉无？志大爷，好，不，大人啊，我唔捌伊哦。那你？啥你唔捌我？啊，你唔是叫我死个去掠查某人，变一飞去日本去趁钱的？你莫胡白讲哦！我一世间哪有可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啊！大人啊，你就要是你叫我去掠啊！我有良民证。大人啊！好啊，拢莫讲啊！我会查清楚，要是你有份哦，你就知死。你，老实甲我交出来。是志大爷，以后叫我去掠查某人，其他我啥物拢唔知啊，大人。不，大人你莫听伊咧胡白讲，唔是我，绝对是我。是啦，是对啦，是对啦。老板刁民，来人啊！嘿，营营，嘿。大人啊，大人救命！志大爷，志大爷救命！志大爷，大人救命！大人，大人啊！讲，多一个是主谋者，多一个违反阮大日本政府签名的政策。伊阵若好，我甲老实讲，我就晓你。好，甲你拿出证实。大人啊，真正是志大爷啦！不，大人真正唔是我，你查清楚唔是我啦。来人，嘿，你甲拿出证实，嘿。大人啊，救命啊！大人啊，志大爷，志大爷，救我！志大爷，报告，他敢开火啊！没事，你，放下。大人啊，我错了，我唔对，我就是无爱主谋者啦。不过大人啊，我已经真久无掠遐个查某人了呢，即马在掠的吼，拢是小金土山龙啦。小金土山龙，嘿啦，真好。那呢，你愿意出来作证，支持你无？这来人啊！甲我拖出去请审。大人，我愿意啦，我愿意出来做证人啦，我愿意啦。真好，传走。大人啊，交传去倒啦，你我来交传，交吧，大人啊，大人啊，林小姐，我甲我讲的。
毋是讲要住喺家内底，啥个出来？我一摆想，我看遐样，警察听到啦，听到，大家拢听好，进来，看到。大家拢听好，进来，看到。这。真的是，どうぞ。听到啊？你即摆来往较顺时，无较早甲我通知的。你若甲我通知，我好好准备，会使立地欢迎老妹者。通知你，我现在知影，暗中甲指示甲犯袂人口的罪行。你安尼做法，违反着咱第日本政府签名的政策，互咱政府进步民主，确信台湾同胞因在死毋知。听到了命？这个代志哦，拢是指示甲这样做的，甲我有一点关系拢无啦，无。小技孙啊，你咧后面讲哦，当初是你找我甲你合作，我唔肯，你甲我威胁的咧。你后面讲啦，是你甲我威胁的啦。你讲你是在地大的，甲日本天皇国足熟的，我若无听你的话哦，我啊叫你斩啊假死。你是咧后面讲啥？你哈？你唔要后面讲。这代志若我当证明吼，我当年提讲的话吼，拢总是真的，当初是阮来时阵吼，伊甲阮恐吓，甲阮威胁，阮吼才会利用做歹代志。你安尼讲是足无天良啊！为着家己要脱罪，一点仔同意都无啊！你唔知无道义，是你变坏咧。你莫离开后面讲。好，听到？你也相信我是清白的，伊哦歹人。遐查某人，即摆甲我关起倒。啥物查某？那你，到即阵，阁想要瞒骗我心？真正无查某人啊！我知影伫倒啦，拢关伫咧地下室啦。是甲你啊点去？是恁新出的我啊！哼！甲遐查某人拢甲我放出来！我放出来。恁两个，对伊去看卖。嘿！囚禁土三郎，你有认罪无？我对啊，你会原谅我啦，你莫甲我降级啦。我就算，我后摆哦一定足骨来做代志。我为大日本政府尽忠。用讲的拢无路用啦。我写回告书。回告书，你也唔捌我要安怎写？你放心，阿舅拢帮你准备好，只要签名就用啊。这多好。妈，拢在遮啦。回梦，嗨！所有互恁掠倒来查某囡仔拢是这个。嗨。恁拢自由啊，会使转去啊。他对啊，我莫请遐济，我手就酸了。我签。土三郎。
我紧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姐，那是你，警察！有人会，哪有传进来？你还有人会卖给送你？两位在动，两位在动，赶快叫，你看啦，好，哎呀我呀，哎呀我呀，哎呀我呀，行，你看你们来，你走，你走。你不要动哎！难道我都不行哦？你走。难道我都不行哦？你走。啊，进团长，小心，哎呀，小心你上去，哎，进来啦，进来啦。都是你的死卡，我来是有推翻我来冲啥啦？因为我跟你出去游落去，咱不是讲好，咱到底，咱一家啊，永远到底，你袂记住，你坚强，阿丽啊，你门口，这一切，我想我跟你做阵来，用我一条命，我你安全，是嘛甘愿。你别后别讲，别后别讲，那有天数，我无天数电话，天数，这个，这是咱的后生天数，伊我这么细汉，伊需要你，我嘛需要你，我都需要你啊！你看，天数在这。你唔通讲，我是一个无责任、好势，我唔通你为着我哭。你莫讲这，你即摆上重要，甲身体顾好，好。你讲咩？我求你，求我志明啊！我求你，求志明。我不会。我只给从前老辈。天数，我讲，无迄个好去看你大汉哦。阿爸讲，恁阿母为着阿爸，吃足济苦的呢。
你若大汉，你就会有好你阿母。小警拖三郎，好大胆！你敢直接叫我的名？你啥？我李子甲听到，有人来向我检举，讲你交警罗马发卖人口。本来我袂相信，想袂到你成立啊，做这款代志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厅长啊？有人话卖讲假啊！我已经向你骗过摆啊！你当作我是猪，我是笨兽。拖人，嗨，是，拖人，嗨，有人会面骨甲跳来。是。报告小警署长，听袂来呢。笨蛋，小可代志办袂好，我该来。闪啦！有人会好大我根本就无大面具。我上你这个听到。听到啊！小警顺长，你哪边安尼啊？别干了！只是个，你家甲小金孙查交结，贩卖人口，有损国家的形象，我代表政府充公你全部的财产。较紧的，你口都袂使漏交去。得了，等你啦，等你啦，小金拖三郎，你竟然带这多人来抢我财产！那个也无叫抄着。你不爱我就让你死！跟我无关系啦，无啦，你误会啦。小金拖三郎。小弟只是讲来，你讲我无电啦，无电。什么代志啦？阿杜，哎呦，今日小金拖三郎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叫小金拖三郎给我出来！我哪里去无来遮啦？骗笑的！我带明明就快上来遮，你紧叫伊出来啊！
甲你讲伊无来就无来啦。小金刀山龙，讲袂还听，你敢出来袂听。小金刀山龙，我，这是我家，这是我的钱。干啦！我害咱遮惨，我所有财产都给用抢光啊！真是啥物拢无，我要为你家拢甲摕上来。这是我的钱，你袂使抢我的钱，你袂使抢我的钱啦！下来！这都是我的钱，这都是我的钱，都是我的钱，这都是我的啊！我昨天没有戏啊！你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！拜托大哥，拜托大哥，给我生一心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！人拢已经死啊，叫伊收啥物录音啦？哼，来卖菜，来等。送到遮就好了。恁真正要走？恁替阮除掉一世甲小金土山龙这两个大歹人，你是阮蠓界大恩人呢。阮大家哦，拢足希望恁会使留喺遮加大几工啊啦。我甲咪姑嘛是真希望他大落来，但是你嘛知影，阮的身份实在是无方便搁大落来，早晚嘛是爱走的。既然恁拢安尼讲啊，我嘛无要勉强啊啦。哎，凤琪啊，啊人外你甲天数啊，你要人照顾呢。会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会等月里啊办完见面后事了后，我会深深带月里啊甲天数啊转去平和啦。月里啊，那安尼以后，你家己凡事要较坚强的。天天大，我会啦，我相信，志明在天一日，一定会保庇阮母仔囝平安无代志。我嘛会坚强，好好请用天主大汉。你放心，我母仔囝永远感激恁两位救命之恩，多谢你。那安尼，恁两个较保重的，阮好来走，约会有见。你嘛赶快。来去啊，来。甜甜大，咪姑啊，保重啊，再见啊！